第17章夜行。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讚美真主超絕萬物，他在一夜之間使他的僕人從禁止行到院子。我在院子的四周降福，以便我超視他我的一部分跡象。真主確是全聰的，確是全明的。我把經典賞賜穆薩，並用作以色列的子孫的嚮導。我說：你們不要捨我而採取任何監護者。我曾使其與盧哈同舟共濟者的子孫他原是一個感恩的僕人。我曾在經典裏啟示對以色列的後裔判決說：你們必定要在大地上2次作亂，你們必定很傲慢。當第一次作亂的日期來臨的時候，我派遣我的許多強大的僕人去懲治你們，他們就搜索了住宅，那是要履行的諾言。然後我為你們恢復了對他們的優勢，我以財富和子孫資助你們，我使你們更加富庶。我說：如果你們行善，那麼你們是為自己而行善；如果你們作惡，那麼你們是為自己而作惡。當第2次作亂的日期來臨的時候，我又派遣他們，以便他們使你們變成為愁眉苦臉的，以便他們像頭一次那樣再入禁止，以便他們把自己所佔領的地方加以摧毀。如果你們悔改，你們的主或許會憐憫你們；如果你們重新違抗我，我將重新懲治你們。我以火獄為不信道者的監獄。這部古蘭經必引導人於至正之道，並預告行善的信士，他們將要享受最大的報酬。還預告不信後世者，我已為他們預備了痛苦的刑罰。人祈禱禍患，像祈禱幸福一樣，人是急躁的。我以晝夜為2種跡象，我抹掉黑夜的跡象，並以白晝為明亮的，以便你們尋求從你們的主發出的恩惠，以便你們知道曆法和算術。我明白地解釋一切事物。我使每個人的行為附着在他的脖子上。在復活日，我要為每個人取出一個展開的本子，說：你讀你的本子吧。今天你已足為自己的清算人。誰遵循正道，誰自受其益；誰誤入迷途，誰自受其害。一個負罪者不負他人的罪。派遣使者之前，我不懲罰任何人。當我要毀滅一個市鎮的時候，我命令其中過安樂生活者服從我，但他們放蕩不檢，所以應受刑罰的判決。於是我毀滅他們。在盧哈之後，我毀滅了若干世代。你的主對於其僕人的罪行，足為徹知者和明察者。凡欲獲得現世生活者，我將在現世以我所意欲的報答他們中我所意欲者，然後我將以火獄懲治他們，他們將受責備，遭棄絕地進入火獄。凡欲獲得後世並為此而盡了努力的信道者，這等人的努力是有報酬的。這等人和那等人，我都要以你的主的賞賜資助他們。你的主的賞賜不是受阻礙的。你看我怎樣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，後世確是品級更高、優越更甚的。你不要使任何物與真主同受崇拜，以免你變成受責備、遭遺棄的。你的主曾下令說：你們應當只崇拜他，應當孝敬父母。如果他倆中的一人或者2人在你的堂上達到老邁，那麼你不要對他倆說呸，不要喝斥他倆。你應當對他倆說有禮貌的話。你應當必恭必敬地服侍他倆，
你應當說：我的主啊，求你憐憫他倆，就像我年幼時他倆養育我那樣。你們的主是最知道你們的心情的。如果你們是善良的，那麼他對於常常悔過者確是致赦的。你應當把親戚、貧民、旅客所應得的周濟分給他們。你不要揮霍，揮霍者確是惡魔的朋友。惡魔原是辜負主恩的。如果你必須求得你所希望的從主降示的恩惠後才能周濟他們，那麼你應該對他們說溫和的話。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束在脖子上，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，以免你變成悔恨的受責備者。你的主必為他所意欲者而使給養富裕，必為他所意欲者而使給養困迫。你的主對於他的眾僕確是切知的，確是明察的。你們不要因為怕貧窮而殺害自己的兒女，我供給他們和你們，殺害他們確是大罪。你們不要接近私通，因為私通確是下流的事，這行徑真惡劣。你們不要違背真主的禁令而殺人，除非因為正義，無辜而被殺者，我已把權柄授予他的親戚，但他們不可濫殺，他們確是受援助的。你們不要接近孤兒的財產，除非依照最優良的方式，直到他成年。你們應當履行諾言，諾言確是要被審問的事。當你們賣糧的時候，應當量足分量。你們應當使用公平的秤稱貨物，這是善事，是結局最優的。你不要隨從你所不知道的言行，耳目和心靈都是要被審問的。你不要驕傲自滿地在大地上行走，你絕不能把大地踏穿，絕不能與山比高。這些事其惡劣是你的主所厭惡的。這是你的主所啟示你的智慧。你不要使任何神明與真主同受崇拜，否則你將在受責備和遭棄絕的情況下被投入火獄。難道你們的主把男兒賞賜你們，而以眾天使為自己的女兒嗎？你們的確說出荒謬的話。在這部古蘭經裏，我確已反覆申述這個宗旨，以便他們銘記。這種申述只會使他們更加厭惡。你說，假若有許多神明和他在一起，猶如他們所說的那樣，那麼那些神靈必定想方設法與寶座的主爭衡。讚頌真主超絕萬物，他絕然超乎他們所說的。七層天和大地以及萬有都讚頌他超絕萬物，無一物不讚頌他超絕萬物。但你們不了解他們的讚頌，他確是容忍的，確是致赦的。當你們誦讀古蘭經的時候，我在你們和不信後世者之間安置一道隱微的屏障，我在他們的心上加上了許多罩子，以免他們了解古蘭經，又在他們的耳裏做從聽。當你在古蘭經裏只提到你的主的時候，他們憎惡地離去。我最知道他們為何要傾聽你誦經。當時他們來傾聽你誦經，並且秘密地談話。當時不義者們說，你們只是順從一個中了魔術的人。你看他們為你打了許多比喻，但他們所說的都不中肯，他們不能獲得一條出路。他們說，我們變成枯骨和塵土後，難道我們還一定會被復活成為新人嗎？你說，儘管你們變成石頭或鐵塊，或你們認為更難於接受生命的什麼東西，他們將說，誰使我們復活呢？你說，初次創造你們的主。他們將對你搖頭說，這件事將在何時發出呢？你說，這件事或許是臨近了。在那時，他將召喚你們，
你們將以頌詞答應他。你們將猜想自己在墳墓裏只逗留了一會兒。你告訴我的僕人們說，叫他們說這句最優美的話：惡魔必定要離間他們，惡魔確是人類的鳴笛。你們的主是最知道你們的，他要憐憫你們就憐憫你們，他要懲罰你們就懲罰你們。我沒有派遣你做他們的監護者。你的主是知道天地萬物的，我確已使一部分先知超越另一部分。我曾以經典賞賜達悟德。你說你們寫真主而稱為神明者，你們祈禱他們吧，他們不能替你們消災，也不能替你們嫁禍。他們所稱為神明者，自身求近主之階，比他們更近於主者也求近主之階。他們希望主的恩惠，畏懼主的刑罰。你的主的刑罰是應該防備的。一切市鎮在復活日之前，我都要加以毀滅，或加以嚴厲的懲罰。這是記錄在天經裏的。我不幹事跡象，只為前人不承認他。我曾以武陀給塞莫德人做明證，但他們迫害他。我幹跡象只是為了恫嚇。當時我曾對你說，你的主是周知眾人的。我所昭示你的夢兆和在古蘭經裏被詛咒的那棵樹，我只以這兩件事物考驗眾人，並加以恫嚇，但我的恫嚇只使他們更加頑頑。當時我曾對眾天使說，你們應當向亞丹叩頭，他們就向他叩頭，但伊卜劣斯除外。他說，你用泥土造成的，我怎能向他叩頭呢？他說，你告訴我吧，這就是你使他超越我的人嗎？如果你寬限我到復活日，我勢必跟絕他的後裔，但少數人除外。真主說，你去吧，他們中凡順從你的，火獄必定是他們和你的充分的報酬。你可以用你的聲音去恫嚇他們中你所能恫嚇的人，你可以統率你的騎兵和步兵去反對他們，你可以和他們同享他們的財產和兒女，你可以許給他們任何東西，惡魔只許給他們妄想。我的僕人，你對他們沒有任何權柄，你的主足為監護者。你們的主為你們而使船隻在海上航行，以便你們尋求他的恩惠，他對你們確是至慈的。當你們在海上遭受災害的時候，你們向來聽祈禱的已迴避你們了，而你們只有祈禱主了。當主使你們平安登陸的時候，你們背叛了主，人原是孤恩的。難道你們不怕主使你們淪陷地下，或使飛沙走石的狂風掃蕩你們，或你們不能為自己找到任何監護者嗎？難道你們不怕主使你們再去航海，而使狂風襲擊你們，使你們因孤恩而沉溺，然後你們不能為自己找到任何對主報仇者嗎？我確已優待亞丹的後裔，而使他們在陸上或海上都有所騎乘。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給他們，我使他們大大地超過我所創造的許多人。在那日，我將召喚每個民族及其表率，以右手接受其功過簿者，將閱讀自己的本子，他們不受一絲毫規節。在今世是盲人者，在後世仍是盲人，而且更加迷誤。他們確已使你幾乎違背我所啟示的教訓，以便你假借我的名義而捏造其他的教訓，那麼他們就會把你當朋友。要不是我使你堅定，你幾乎已傾向於他們了。如果那樣，我必使你在生前嘗試加倍的刑罰，在死後嘗試加倍的刑罰，
使你不能找到任何人幫助你來對抗我。他們確已使你幾乎不能安居故鄉，以便把你逐出境外。如果那樣，他們在你被逐之後，只得逗留一會兒。這是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眾使者的常道。你對於我的常道不能發現任何變更。你應當謹守從晨時到黑夜的拜功，並應當謹守早晨的拜功。早晨的拜功確是被參加的。在夜裏的一段時間，你應當謹守你所當守的父家的拜功。主或許把你提到一個值得稱頌的地位。你說：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順利而入，求你使我順利而出，求你賞賜我從你那裏發出的權柄，以作我的父吧。你說：真理已來臨了，虛妄已消滅了，虛妄確是易滅的。我幹事可以為信士們治療和給他們以恩惠的古蘭經，他只會使不信道者更加虧折。當我施恩於人的時候，他掉頭不顧；當他遭遇禍患的時候，他變成絕望的。你說：各人依自己的方法而工作，你們的主最知道誰是更近於正道的。他們問你精神是什麼，你說：精神是我的主的機密。你們只獲得很少的知識。如果我意欲，我勢必把我啟示你的古蘭經消滅淨盡，然後你對我不能發現任何監護者。但我為從你的主發出的恩惠才保存他。你的主所施於你的恩惠是重大的。你說：如果人類和精靈聯合起來創造一部像這樣的古蘭經，那麼他們即使互相幫助，也必不能創造這樣的妙文。在這部古蘭經裏，我為眾人確已申述各種比喻，但眾人大半不信。他們說：我們絕不信你，直到你為我們而使一道泉源從地下湧出，或者你有一座園圃，種植着椰棗和葡萄，你使河流貫穿其間。或者你使天如你所說的那樣，一塊塊地落在我們的頭上；或者你請真主和眾天使來與我們見面；或者你有一所黃金屋；或者你升上天去，我們絕不信你確已升天，直到你降示我們所能閱讀的經典。你說：讚頌我的主超絕萬物，我只是一個陳奉使命的凡人。當正道降臨眾人的時候，妨礙他們信道的只是他們的這句話：難道真主派遣一個凡人來做使者嗎？你說：假若大地上有許多天使安然步行，那麼我必從天上降下一個天使去他們那裏做使者。你說：真主足為我與你們之間的見證，他對於他的僕人們確是切知的，確是明察的。真主引導誰，誰就是遵循正道的。真主使誰迷誤，你不能為誰發現真主以外的保護者。在復活日，我將使他們又盲又啞又聾地蒲白着集合起來，他們的歸宿是火獄。每當火勢減弱的時候，我增加他們的火焰。這是他們的報酬，因為他們不信我的跡象，並且說：我們變成枯骨和塵土後，難道我們一定會被復活成新人嗎？難道他們不知道嗎？創造了天地萬物的真主能創造像他們那樣的人，並能為他們確定一個毫無可疑的期限。不義的人們只願不信。你說：假若我的主的恩惠的庫藏歸你們管理，那麼你們必定因為怕開支而扣留他的恩惠。人是吝嗇的。當穆薩來臨以色列人的時候，我確已賞賜穆薩9種明顯的跡象。你問一問以色列人吧。法老對他說：穆薩哦，我的確猜想你是中了魔術的人。
他說：你確實知道，只有天地的主能幹事這些作為明證。法老哦，我的確猜想你是要毀滅的。他要把他們逐出境外，但我使他和他的軍隊通通淹死。在他滅亡之後，我對以色列人說：你們居住這個地方吧。當後世的約期來臨的時候，我要把你們集合地召集來。我只本真理而幹事古蘭經，而古蘭經也只含真理而降下。我只派遣你做報喜訊者和警告者。這是一部古蘭經，我使它意義明白，以便你從容不迫地對眾人宣讀它。我逐漸地幹事它。你說，你們可以信仰它，也可以不信仰它。在幹事它之前已獲得知識的人們，當聽到人們誦讀它的時候，他們俯伏叩頭。他們說：讚頌我們的主超絕萬物，我們的主的諾言必定要被履行。他們痛哭着俯伏下去，古蘭經使他們更恭敬。你說，你們可以稱他為真主，也可以稱他為至人主，因為他有許多極優美的名號。你們無論用什麼名號稱呼他，都是很好的。你在拜中不要高聲朗誦，也不要低聲默讀，你應當尋求一條適中的道路。你說，一切讚頌全歸真主，他沒有收養兒女，沒有同他共享國權的，沒有為免卑賤而設的輔助者。你應當讚頌他的尊大。